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8。以赛亞書26章8節安尼講：上主啊，佇你審判的路，阮在聽候你。阮的心較無你受尊重的名。三甲來祈禱，阮聽候你，閣較無你受尊重的名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阮佇你的面前安靜聽候，阮的心切切較無你。親像鹿喙焦較無溪水，阮的靈單單仰望你，因為你是阮的盼望，阮的拯救。主啊，你的意念遠過阮的意念。你的道路遠過阮的道路，主啊，願你的名受高舉佇全地。主啊，你的名是阮要學落的，你的眼光是阮所較無的。主啊，佇這黑暗的世代，阮較望你的公義佇阮的中間來顯明。主啊，阮要聽候你，親像佇暗暝聽候天光，佇你審判的路，阮在聽候你。阮的心較無你受尊重的名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